2月21號星期六呢段片要同大家睇睇主要指數期貨，一啲日本、美股、外匯、貴金屬同埋一啲加密貨幣、能源期貨嘅走勢。先用句免責聲明，本篇內容純屬經驗分享同埋教學內容，會構成任何買賣建議。投資者入市之前呢，記緊留意清楚自己承擔風險嘅能力。分析師話呢一個法院判特朗普嗰個關稅政策咧有機會敗訴啦，咁有利股市咧回穩嘅。道指期貨咧繼續響49,000點到50,000點之間徘徊，闊啲嘅範圍咧都係睇翻48,000同埋上邊51,000。標普500指數期貨繼續喺歷史頂部度徘徊，上落範圍咧睇6,800點到7,000點，突破咗呢個範圍咧，下邊有機會試6,500點，上邊嘅阻力咧就係7,200點。納斯達克指數期貨響近期低位徘徊啦，支持位睇24,500同埋24,000，阻力咧25,500同埋26,400。恒生指數期貨泛恒市上落範圍26,200到27,000，闊啲嘅範圍25,500到28,000。睇呢個別股票，蘋果跌到落去256蚊有支持，短線上落範圍咧256到268，闊啲嘅範圍咧240到280。啱啱成跌到196蚊咧，有反彈，而家阻力咧響210蚊。如果反彈翻上210蚊樓上嘅話咧，補翻兩個裂口亦都要上到去232蚊嘅。咁就短線支持位咧190到195附近。Alphabet 咁另外一隻叫做相對頑強嘅股票啊，落到300蚊企穩，上邊阻力340。如果穿到340咧，下一個位睇370。低啲嘅支持位270。Meta Platform 低位有支持響580蚊到600蚊到嗰啲位，上個禮拜收呢個650蚊附近啦，短線預期響640到680之間上落，闊啲嘅範圍580到740。微軟收響呢個400蚊附近，叫做跌穿咗400蚊嗰個心理關口位，下邊咧有機會試350蚊。不過留意咧，由舊年7月歷史高位555蚊附近啦，如果跌1/3嘅話咧，咁支持位咧響370蚊附近嘅。上個禮拜392蚊咧，應該都非常之接近啦。小心咧，短線咧可能有啲大嘅反彈，咁比較急速嘅有機會。Netflix 繼續沉底啦，最低落過去75蚊附近。由歷史高位啦，舊年134蚊，如果跌一半嘅話咧，支持位咧係67蚊，響65蚊到70蚊呢啲位咧，應該呢個支持都幾大嘅，小心咧又係有短線嘅反彈，阻力位82蚊同埋92蚊。Nvidia 同 Google 同微軟一樣咁頑強嘅，上落範圍咧暫時仲係睇170到190，闊啲嘅範圍咧140到210。Tesla 繼續圍繞住420蚊嚟到上落，闊啲嘅範圍睇370蚊到490。Palantir 短線守住130蚊支持位，跌穿嘅位有機會落到去100蚊甚至70蚊，上邊阻力150同埋170。睇睇外匯市場，美匯指數上翻嚟98之後咧就係頂住咗啦，咁做一個類似小型雙頂嘅。升得穿98咧，咁有機會試99.6，否則嘅話落翻到96，跌穿咧會試94。歐羅對美元上落範圍1.17到1.19，闊啲嘅範圍1.14到1.21。英鎊對美元上落範圍1.34到1.36，闊啲嘅範圍1.32到1.38。美元對瑞郎短線有反彈，上落範圍睇0.76去到呢個0.78，闊啲嘅範圍0.74到0.79。美元對日元繼續大幅波動啦，咁上落範圍152到158，闊啲嘅範圍149到160。美元對加元嗰個 range 都闊嘅，1.34去到1.3750，闊啲嘅範圍咧下邊1.31，上邊去到1.39。澳元對美元響近期嘅高位徘徊，上落範圍睇0.69到0.72，升穿0.72有機會上到0.76，低啲嘅支持位0.67。紐元對美元上落範圍0.59到0.61，闊啲嘅範圍0.5720去到0.64。金價
咁啊，受地緣政治風險影響啦，伊朗嘅局勢升溫，咁就禮拜五收翻上嚟近期嘅高位5100蚊上邊嘅。有分析師話1月份咧，淨係央行買金咧已經去咗900噸啊，咁就非常一個大嘅數字。預期咧下個星期有機會試呢個5200蚊啊，如果有突發事情咧，甚至上到5400蚊。提醒大家啦，單日波幅300-500蚊，響金價嚟講咧，近期經常都有啊，所以短線咧追得太貼咧，或者槓桿太大咧，都非常之危險嘅。咁下邊支持位睇翻4900蚊同埋4600蚊，白銀都係收翻上嚟高少少啦，企緊84蚊樓上嗰啲位收，下個禮拜應該有機會試92蚊啦。下邊支持位70蚊同埋62蚊。原油期貨禮拜五收響呢個66蚊之上啊，雖然出咗個烏雲蓋頂，支持位睇65蚊啦，短線咁啊遠啲嘅62蚊，上邊咧好大機會咧，如果地緣政治風險升溫咧，甚至有機會升到去70蚊啦。睇睇加密貨幣 Bitcoin 企響67000、68000嗰啲位嚟到收，咁啊波幅越收越窄，上落範圍咧睇65000到76000。留意啦，呢個126000幾咧，如果跌一半嘅話咧，支持位63100幾嘅，其實低位60000咧已經係過咗呢一個支持位噶啦，小心有機會咧短線可能有啲反彈。如果由60000呢啲位反彈一半嘅話咧，目標咧阻力嘅咧就係睇呢個90000，咁低啲嘅支持位咧就係49000蚊。以太幣比較弱嘅，不過都有類似嘅情況啦。由呢個高位4900幾蚊啦，咁啊如果跌剩1/3嘅話咧，支持位呢1650幾蚊嘅，咁啊最近嘅低位1740幾咧，咁啊可能都非常之接近呢一個支持位。咁啊如果向上反彈嘅話咧，目標咧阻力睇2200到2800。好，呢段片分享到呢度，多謝你收睇。